中国外长王毅8月28日抵达法国，拜会总统马克龙。法国声援维吾尔、西藏、香港等民众当天早上集结于外交部旁，要求法国政府秉持人权优先原则，明确要求中国停止破坏人民。法国为王毅欧洲访问的第4站，先前王毅访问了意大利、荷兰和挪威等，当地都出现示威民众。台湾中央社8月28日的消息说，法国维吾尔协会以及自由西藏学生协会周五也集结法国外交部旁，一是呼吁反东突厥散集中营的全球串联活动，二是趁着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法国外长勒德里安接见王毅的时机，向法国政府施压，呼吁总统秉持人权优先的原则，明确表达反对中国共产党压迫少数族群的立场。中国对维吾尔和西藏人的镇压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抗议。8月28日星期五，维吾尔、藏族及其支持者同时在东京、阿德莱德、法兰克福、慕尼黑和华盛顿特区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国的镇压并支持维吾尔人。抗议者要求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成全国对东突厥散和西藏地区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并给予惩罚。成全国在2011年至2016年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2016年被任命为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此外，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中国压迫维吾尔族穆斯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五在记者会上宣布，因溃疡性大肠炎恶化，担心病情影响政治判断，已决定辞任首相职务，将留任至自民党选出继任者为止。他的任期原定将于明年9月季满，他为未能完全任期向国民致歉。这是安倍第2次因为健康理由请辞，但他本月连续2周到庆应大学医院，曾进行连续7个半小时的身体检查。65岁的安倍晋三不久前刚刚打破纪录，成为日本史上连续在位最久的首相。2006年，安倍晋三成为日本战后最年轻的首相，时年52岁。不过，仅1年后，他便宣布辞职，理由是溃疡性结肠炎带来的频繁如厕等问题给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安倍晋三曾多次与维吾尔活动人士会面，他在总理期间与中国官员会晤时提出了维吾尔和集中营问题。中美关系紧张不断加剧，中美外交部发言人周五警告说，如果美国禁止中国的微信、苹果产品，就可能在中国遭到抵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在推特上警告说，如果微信在美国被禁，那么中国将没有理由保留苹果手机及其产品。但网民们发现，赵立坚发推文和微信用的手机都是 iPhone。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初签署行政令，威胁要在45天内禁止中国短视频手机应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称其代表北京从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同一政令也同样针对腾讯旗下的微信。微软公司已证实讨论微软收购 TikTok 的美国资产。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28日在出席 F-16 维修中心成立典礼时表示，捍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不是靠卑躬屈膝，而是要有坚实的国防，确保国防前线的优空战力。据报道，台湾空军耗资约新台币1100亿美元，将现有142架战机升级为 F-16V。此外，同步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 F-16V 战机，未来将部署台东制航基地。蔡英文称，从潜艇国造的启动和顺利执行，加速 F-16 购改工程，完成永鹰号的高机教首航以及 F-16 维修中心揭牌等等，证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国防产业的推动是台湾决心的象征，让世界看到我们守护国土的意志。